乡亲继续来看，每一年中秋节的前后，大约2个月到3个月这段时间，是南投县原住民的乡镇烘焙产业的大月。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完全无成立，业者是真无奈哦。讲就算等到疫情来解除，要马上恢复到过去的好光景，嘛相当的困难。烘大猪是真受大型活动欢迎的产业，不过因为疫情，真侪活动停办或者是延期，互真侪做烘大猪生意的信义乡布农族人，在这段期间拢无收入。这是叫做零收入啊！我想烤大猪原本只是个副业，但是我们越到5、6、7暑假一直到中秋这段的烤肉，其实都很早就预约了，但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关系，都一个一个都取消了。虽然疫情较回，国内旅游和小型活动嘛开始举办，不过业者讲消费者或者是公司对疫情也是真无确定。烘焙师傅这阵嘛早就找到其他的头路，想要恢复烘大猪的愿景，恐惊要是要等疫情会当完全得到控制。那外面的活动厂商也不敢办活动。虽然烘大猪对真侪信义乡的布农族人来讲，大部分只是副业，不过当初买烘猪器具和设备就开袂少钱，尤其伫中秋节的这段大月，无这份收入对生活嘛确实有影响。